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也是一名在诊间看过无数生老病死的老医生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聊一件非常严肃，甚至有点残酷的事。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些长辈，或是你自己在过了60岁之后，虽然没有生什么大病，也没有发生过意外摔伤，但体力却一年比一年差，走路越来越慢，起身越来越吃力。很多人间会说，哎呀，这就是老了嘛，没办法。老医生要在这个里大声地告诉你，不，这不完全是因为年龄，更多时候是因为你每天吃进肚子里的那些健康食物。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个交通系统，你的血液就像是在运物资的小货车，而血管就是城市里的道路。至于支撑我们行动的关节，就像是繁忙的十字路口，当道路堵塞或车抛锚，你的十字路口就会瘫痪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开始害怕爬楼梯，恐惧踏入湿滑的浴室，甚至不敢一个人去菜市场。如果你在影片结束前就离开，你可能会继续吃着那些正在偷偷吸钱你生命力的食物。请给我一点时间，这关系到你未来20年的生活品质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接收我们为您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在诊间，我常听到很多老病友委屈地跟我说，医生，我真的很注重健康哦，我每天都吃很多蔬菜，从来不碰肥肉，也很少在外面乱吃，都是家里煮的清淡口味。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是这么累，膝盖还是这么痛？听足这些话，看着他们充满疑惑又焦虑的眼神，我心里真的很不舍。这种感觉就像你明明很努力在维护道路，却发现路面还是不断裂开。这种挫败感让很多人开始自我怀疑，最后只能无奈地叹一口气，觉得大概真的是老天爷要收走我的体力了吧。亲爱的朋友，请听我说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错。你吃得很清淡，吃很多菜，这出发点是非常正确的，但问题出在方法。在营养学的世界里，并不是每一种蔬菜对60岁之后的身体都是友善的。很多长辈为了健康，每天重复吃着几种特定的蔬菜，以为这样就能保平安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有些蔬菜如果组合错误或是吃过量，对老化中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来说，反而是一种沈重的负担。接下来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令人惊讶的真相，在我们台湾人的餐桌上有3种极其常见，大家公认很健康的蔬菜。如果你已经超过60岁，却还在用错误的方式食用它们，它们不但不能帮你强壮肌肉，反而会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，让你感到手脚无力，关节肿胀。请你一定要耐心地听完接下来的分析，因为如果你不改变自己各饮食习惯，就算你吃再多的营养品，身体也吸收不进去，甚至会加速衰老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3种蔬菜在背叛你的健康。第一种我们要讨论的蔬菜，在台湾的便当店或是家庭晚餐中出现频率高得吓人。那就是根茎类蔬菜，特别是淀粉质含量极高的那几种，譬如很多人爱吃的勾芡卤、萝卜，或是大量作为配菜的马铃薯。大家常觉得吃这个比较有饱足感，这是土地长出来的，很天然，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关键，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，我们的胰岛素反应已经不像年轻人那么敏锐了。当你摄取过多这类淀粉含量高的蔬菜，你的血糖
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快速飙升。这时候，身体为了降低血糖，会强迫分泌大量的胰岛素。这个过程会启动身体的发炎开关，就像是在你血管的道路上撒满了碎石子。发炎因子会随着血液流向你全身的十字路口，也就是你的关节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完饭后会觉得特别累，想睡觉，或是明明没撞到膝盖，却总是热热胀胀的。你可能有过这种感觉，下午3点左右，整个人昏昏神神，提不起劲，或者早上起床踩下地的那第一步，脚底或膝盖感觉特别僵硬，要走好几步路才能开机。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发出微小的求救讯号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个种损害是静悄悄的，它不像感冒会让你发烧，它只是每天一点点地磨损你的血管弹性，一点点地让你的关节液变得浑浊。因为它发生的太慢，你会误以为这只是老化的正常现象，但事实上，那是因为你的餐桌上淀粉类蔬菜的比例太高，让你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闷烧般的慢性发炎状态。这就是夺走你活力的第一个隐形杀手。第二种蔬菜，外表看起来非常精致，经常出现在高级餐厅的快炒或是西式烤蔬菜料理中，那就是茄科蔬菜，像是红透半边天的甜椒或是茄子。你可能会惊讶，医生，这些蔬菜不是富含维生素吗？是的，它们确实营养丰富，但对于部分神经系统开始弱化的长辈来说，这些蔬菜含有一种天然的防御物质茄碱 Solanine。 对于年轻人，这点剂量可能不算什么，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，我们的肠道屏障变得脆弱，这些物质更容易进入血液，进而刺激神经系统和关节组织，诱发严重的发炎反应。更严重的后果是，这种炎症有时会影响到我们的平衡感。你是否曾有过这种感觉？从沙发站起来时，头脑会稍微晃一下，或者在转身时觉得重心不稳，好像快要跌倒，甚至在经过浴室或湿滑的地板时，心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这个总怕跌倒的心态才是最致命的，因为害怕你会开始不敢出门走路，因为不动，你的肌肉就会迅速流失，这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肌少症。一旦肌肉没了，你的平衡感会变得更差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。老医生看过太多案例，长辈们因为觉得自己平衡感不好，就整天坐在电视机前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原本还能去公园散步的人，竟然变得需要坐轮椅。这一切的起点，可能仅仅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对某些蔬菜过敏，引发了细微的发炎，进而偷走了你的平衡感。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看似健康的美丽陷阱，因为对于长辈来说，保持稳健的步伐比任何补药都来得重要。第三种蔬菜，在现代健康饮食风潮下被捧上了天，那就是十字花科蔬菜的生食，例如现在很流行的生甘蓝菜、羽衣甘蓝，或是生切的高丽菜丝。很多人早餐喜欢来一盆生菜沙拉，觉得这样既清爽又排毒。但以老医生的经验来看，这对大多数60岁以上的台湾长辈来说，简直是在折磨你的肠胃。老人家在中医观点里通常偏向脾胃虚寒，在西医眼里则是消化酵素分泌减少，肠道蠕动变慢。这些纤维极其粗糙的生蔬菜进入你的肠道后，就像一堆难以处理的废弃物，不仅难以消化，还会造成肠道壁的微小损伤。当你的肠道屏障受损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肠漏现象，未经完全消化的食物，大分子含毒素汇漏进血液，引发全身性的低度发炎。
这个发炎火苗会顺着血液先烧到你的关节，再烧到你的大脑。你可能会觉得脑袋整天雾雾的，记性偏差，甚至变得很爱发脾气，没耐性。你以为自己是得了失智症，其实很有可能只是因为肠道一直在发炎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吃了很多东西，却觉得身体没力气，心灵上也提不起劲，总觉得我好像不再是以前那个活力充沛的自己了。这种挫折感会让你意志消沉，对生活失去热情。老医生要提醒大家，蔬菜是好的，但生吃对长辈来说往往弊大于利。我们追求的是营养的吸收，而不是单纯把纤维塞进肚子里。如果你的吃法让肠胃受罪，那这些蔬菜就是在抽取你的能量，而不是提供能量。请记住，温热、手软的食物才是保护长辈生命力的基础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我在台中看诊时遇到的一位病友，我们叫他林先生吧。林先生今年72岁，他年轻时是开大货车跑全台湾的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但他退休后身体却垮得很快。当他来找我时，是扶着墙壁一跛一跛走进诊间的。他跟我说，医生，我这双脚以前是踩油门踩刹车跑遍全台湾的，现在连爬2层楼回房间睡觉都想哭，我是不是废了？林先生因为怕胖，每天吃大量的生菜沙拉和水煮马铃薯，他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但膝盖却肿得像馒头一样。他当时心灰意冷，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就只能待在家里等老等死。我告诉他，林大哥，你没废，你只是吃错了，我们试试看，把那些生菜改成煮熟的，马铃薯换成别的，好不好？林先生很听话，他没有吃什么神奇的药，也没有去做高强度的重训，他只是做了2个礼拜的饮食调整。2周后，他再次走进诊间，这次他没扶墙，脚步稳了很多。他兴奋地跟我说，医生，这真的很神，我现在膝盖不肿了，昨天我竟然可以一口气爬上2楼，不用停下来休息。那种感觉就像我重新拿回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。林先生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，他说，老医生，我没有骗年轻，但我拿回了自我决定权。我想去哪就去哪，不用再看这双腿的脸色。各位乡亲，林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改变永远不嫌晚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对身体感到绝望的低谷，请不要放弃。如果林先生能做到，你也一定可以。如果不做改变，林先生的未来可能就是卧床不起。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转变，他重新赢回了尊严和自由。这就是饮食的力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拍这支影片的原因。既然我们说了要少吃某些菜，那老医生一定要补偿你们，告诉你们哪些才是真正的关节救星。第一种，我强烈推荐的就是洋葱。洋葱里含有一种强大的活性物质，叫做胡皮素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血管和关节里的天然消炎药，它能直接作用于发炎的组织，缓解红肿和疼痛。对于长期受膝盖酸软困扰的长辈来说，洋葱简直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。但是洋葱要怎么吃才最有效呢？很多人都煮错了。请跟着老医生这简单的3个步骤。首先，洋葱切开后，一定要先在室温下静置10分钟，让它产生活性反应。第二，不要大火快炒，那会破坏营养。最好的方式是小火慢炖或低温蒸煮，让洋葱片软片甜。第三，搭配一点点油脂，
这能帮助胡皮素更好地被肠道吸收。在摄取量上，我建议每天大约吃半颗中型洋葱就足够了。你可以把它加进味噌汤里，或是跟鱼肉一起炖煮。洋葱不仅能帮你清除关节里的垃圾，还能让你的血管片软片年轻。如果你持续吃1个星期，你会发现早上起床时手指关节不再那么紧绷，走路时关节的咔咔声也会减少。这就是洋葱在帮你的身体进行大扫除。记住，健康的关键不在于吃得多贵，而在于吃得对，煮得好。第二种超级蔬菜是我每天餐桌上几乎都会看到的，那就是红苋菜。为什么红苋菜对长辈这么重要？还记得我说过的隐喻吗？血液像小货车，血管像道路。红苋菜含有丰富的硝酸盐，这在体内会转化为一氧化氮，它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警察，能帮你把狭窄阻塞的血管扩张开来。当道路通畅了，小货车就能载主氧气顺利抵达你的大脑。这就是为什么吃红苋菜能让脑袋清爽的原因。对长辈来说，这不仅能预防头晕，改善平衡感，还能让你的视力更清晰，甚至稳定你的情绪。血管通了，人就不容易累。我建议大家，红苋菜最好的食用时间是在早餐或午餐，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体最需要能量去应付一天的活动。烹饪方法很简单，用蒜末爆香，快速拌炒即可。红苋菜的叶片柔软，对肠胃完全没有负担。老医生常说，红苋菜是老人家最平价的保命菜。如果你觉得最近反应变慢，走路不稳，或是心情总是闷闷的，试试看连吃3天的红苋菜。你会发现，就像城市里的交通突然变顺畅了一样，你的思考会变得敏捷，连心情都会跟着亮起来。照顾好你的血管，就是照顾好你的生命线。最后一种要介绍的宝库蔬菜是南瓜。虽然南瓜也含有淀粉，但它富含大量的贝塔、胡萝卜素和叶黄素，这对长辈的安全防线至关重要。为什么说它是安全防线？因为眼睛就像是我们身体的监视器，如果眼睛看不清，空间感偏差，你反应就慢，反应一慢，跌倒的风险就增加10倍。南瓜能强健你的视网膜，提升你在暗处的视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南瓜中的营养素能加强神经传导的反射速度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快要绊倒时，大脑能更快地命令肌肉抓稳，这就是救命的瞬间。赢为了让南瓜的营养吸收率提高，老医生教你一个绝招：南瓜一定要带皮煮，而且一定要加一点橄榄油或鱼油之类的肉类一起烹调，油脂能帮助这些护眼成分被身体完全吸收。你可以把南瓜蒸熟后压成泥，拌一点芝麻油，或是做成南瓜浓汤。这样软糯的口感，对牙口不好的长辈来说，既美味又没有负担。每天吃1小碗南瓜，你的眼睛会变亮，大脑的反应会变快。这不只是为了健康，更是为了给自己买一份跌倒保险。当你看得清、走得稳，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你都还能再去走走看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，健康往往就藏在每天的3餐选择里。今天老医生的重点很简单，请记住，停止3种，增加3种，少吃生冷的沙拉，过多的根茎类淀粉和不适合你的茄科蔬菜，改吃手软的洋葱，通血路的神奇红苋菜，以及护眼保平安的南瓜。我诚心地邀请你，从今天开始尝试2周，感受身体细微的变化。
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最关心的老朋友或长辈。如果您现在有任何关节疼痛或体力不支的情况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也会尽量回复大家的疑问。健康是我们这辈子最值得的投资，让我们一起慢慢老，但要老得优雅，老得有尊严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